澳廣視開創媒體發展新里程。2025年，澳廣視收視收聽率本地排名第一。澳廣視資訊嘅準確性與及時性得到受訪居民認同。澳視澳門電視頻道喺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觀眾人數已經突破2000萬。2025年更進一步，已落地中國內地全境。澳門麥溝衛星電視頻道覆蓋範圍亦從亞太區延伸至更多葡語系國家，更廣泛地區嘅觀眾將接收到澳廣視嘅精彩節目。澳廣視將持續優化服務質素，提升受眾體驗。多媒體平台2025年瀏覽量超過3億次，最全面嘅澳門視野，最精彩嘅娛樂盛宴。請鎖定澳廣視各平台。